有深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，爱要转来。流浪的心情，无意来探讨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差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情，无意来探讨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差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你是林志玲？对啊，没错，你是阿五吧？我好像走错了。哎，没错啦，你看你包包上面的吊饰就写着阿五啊，没错啦。还说自己是小1号林志玲，我看大3号都不止。哎呦，我会这样说，是因为我的脚比林志玲短一点嘛，所以才说我是小1号的林志玲啊。原来是我误会了。哎，你会觉得我比林志玲大3号，应该是跟她的上围来比吧？我的 cup 应该要比她大上3个哦。你想跟现实怎么差这么多啊？阿五，你跟荧幕上的金城武也扯不上边，我都没有以貌取人了。而且我觉得一个男人啊，人品跟内涵比外在来的重要。我的名字是我爸取的，我也没办法哦。我看我们2个认识哈，就像一个荒谬的误会了，荒谬。阿五，你这样说有点过分呢。我都没有嫌长跟诸葛亮一样，眼镜还用画的，而且还画了边而已。对，我这么奇怪怪的嘛，你条件这么好啊，我看我配不上你啊，我看我们就什么救啊？阿雷，怎么现在网友都有恶势力撑腰啊？哎，我啊，不是什么恶势力啊，我啊也算是橘子的好哥们。哎，我刚刚已经在对面啊观察你很久了啊。大哥好。阿雷，这样会吓到阿五啦。武先生，不，我姓金。我说你信我就信我。我姓吴。哎，我兄弟橘子啊，可是很重视今天的约会哦。哎，你们2个约会啊，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喝咖啡聊是非，是吧？既然啊是以结婚为前提，那就应该好好培养一下感情的嘛。哦，对，哎呀，你真是太了解我了。你想要他怎么陪你啊？哦，当然是带我去坐摩天轮啊，然后就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之后就去逛超市，逛完超市就是回家烛光晚餐哦。烛光晚餐之后，我一定会喝醉的啦。OK，哎。吴先生，我姓金，不，我姓吴。哎，今天下午的行程啊，我都帮你安排好了，没有问题啊。没有问题。
有点事想跟你谈。你们之间还有什么需要谈吗？我输了这场赌约，我就会照约定离开。难道在我离开之前，你连听我讲几句话都不肯吗？虽然阿雷最后还是选择了你，但我跟他以前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。我知道，谁没有过去呢？你知道阿雷最喜欢看女人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吗？哎，你好，他终于带点抚摸的，看什么人啊，总服是个性感内衣。变态！我住在这里的这几天，你该不会以为阿雷是柳下惠吧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争取自己的幸福固然重要，可是琳达，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践踏自己的尊严。古宋下阵看慢就会多啦。不过等下多个时间，你就要去见走了啊。我送小用转来啊。哦，我哋啊，都会为到个庙有嘅事情嘛。哎，好生我要辅导呢，有冇嘅阿干妹吼，要去是忙嘅转来呢。他半路绕跑了。啊？半路绕跑？现在男生怎么都那么没礼貌？哎呦！阿干妹，没关系，没有男人哦，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充实啊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去问你的红内衣啊。啊？什么红内衣啊？阿干妹，你为这次约会哦，已经减肥减了3天呢。我们今天啊，就把备份化为食量，好好慰劳自己一下。走，我陪你去吃顿好吃的。哎，哎，哎，红内衣。阿力哥，用完啦。每次都莫名其妙啊！你晨晨哦，都在为到嘛给你欠来。
还很没该粉色的内衣。啊？哎，你干嘛做粉色的内衣啊？那有按变态。多带买迄粉色的内衣咯。什么哦？要试试按用啊！莫名其妙，突然老爱养家。哎，突唔知啊，都带那边的牙倒去诶。哎，上吼，要突什么人呢？无骗啊！喂，我要番茄酱多一点。哦，对啊，你真聪明啊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回去写功课，我晚一点再教你下关好了。好，拜拜。阿 K 啊，你老板讲法？真正啊，去讲少做会让爱做汉堡，准走啦。爱手工要会토마토酱都对啊。哎，阿奇敢讲好啊？该么喏。哎，你用满老丁静怡拐断长发。连拐谁没都没，还用半音怎么用音呢？先讲。哦。哎，你做朋友有冇去出面啊？唔敢喺啲傾啊？冇啊。哎，你做朋友講無男嘅人要叫我做在嗰度去從事，你乜個意思？冇嘛，迄意思啦。你冇講清楚，我都冇會幫你做哦。其實真嘅冇嘛嘅啊。不過，我知道你對我敷衍性冷漠呢。假使你心內都有乜嘅事情，就會啷來講啊。也係我也伊冇反應哦，聽說佢本來啲呢。真經中意看人嘅女朋友做粉色嘅內衣哦。係啊，風塵夢綠藍天志，我都穿中醫呢。唔過，假使係你啊，我做行較好。用要按用冇正經。哦，很爽快哦，覺得係啊。海報嘅東西伫尾度係嘛嘅啊？好，今日送埋嘅東西啦，佢啲語言吼，這個請求講按同意咧，我攞佢送到3副本機啦。今日落去了。好啊。啊，錯啦！根本今日4個月嘅暗床都麻煩你啦。再見。用白印啊？哪能講？恁大過2年都會轉去咧。還要開採再記查條。
关系啦，还没做得很太子送你去啊。还很送佢去啦，可能佢还有第话想去单拖老人讲啊。假使因在意，听说老人讲哦。就算你得分数，要做得做朋友啊，我用要猜疑，你送两个朋友去插头呢？到了，时间差不多。要我陪你进去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就好了。我们还是朋友吗？当然了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只是一个老朋友的吻别，也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啊。Goodbye, my friend. 喂，阿瑞啊，会去送梅啊？送梅哦，你约个让你送梅同一个月啊？嘿哎啊，迄小用嘅阿妹啊阿英啊，佢哦爱去演鸦片哦，带见你，你老爱哦去茶条食几好冇？哦，好啦好啦，你冇彩哦，要好好看待人家，点冇？离啦离啦。晨晨先生，啊，小勇，你好多爱啦！你真老爱较多咧，我看你竟然抢去喷发，我老早你我老记着心死咧。啊，我用要按鲁服呢。晨晨先生，敢迄小阿瑞哥为了恁大去向我离婚呢？用要呢？佢行去照顾唔到啊，我心哦，佢咩也冇资金给你。阿瑞哥虽然有个时间无给真紧，不过佢对晨晨先生就无强用啊。你应该爱心机。我当然心阿瑞啊，不过当你看到那我一个什么人。你都证明，佢真係阿瑞親愛嘅人，做得按用赤裸裸嘅呈現到人嘅面頭前，用滿人嘅心情啊，做得本意生意，你按用面對那位嘅佢唔熟悉嘅人，可能就係我證明自家講嘅。都係真嘅，我本對方無
无放屁嘅伤心词噶啦，也就很爱无法童年亮快乐女孩嘅原因，阿拉最真实嘅一面交本记，其实欺骗我。用尾伫爱老阿瑞，唔偏啊！看到阿瑞讲，我带等让你强用嘅拍脸啊，佢表示哦，有之间已经有听嘞，叮。你等下，喂，珊珊，你快来啦，要出人命了啦！阿干妹。菊姐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的金城武他不见了啦！不见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叫他，他都没有回应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他不想理我了？好，你先不要急啦，可能他有事情出去啦，或者是他电脑坏掉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天掉坏了也该修好了。他是不是很久都没有上线了？对啊，我追到离线的时候也有一直叫他。那我看他可能是把你封锁了。封锁？封锁的意思就是他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了啦。我不相信啊，哪里可以开锁啊？开锁啊！除非他自己传讯息给你啊，不然你应该是永远都找不到他了。永远嘞！好，两个人交往要靠缘分嘛，哈。你跟金城武缘分还没有到啦，哈。我跟他的缘分只有一出电影的时间呢，那个电影还是阿莲逼他陪我去看的，那是我第一次单独跟男生去看电影呢。乖。橘子姐，网络上交朋友遇到恐龙的机会本来就很高嘛，没关系啦，下次再接再厉啊，加油！对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比金城武更帅的春拓哉。你嘅片冇出到啦？有啊，我出到2擺呢。唔過我出到又對蒙蒙誒，唔過吹敗啦。做乜嘅啊？要幾邊個來啊？出到暗槍。阿春兒要打電話來哦，佢講小龍嘅名啊，我來有片帶建議。小龍老嘅名啊，難得要機會好好相處，當然我變收到槍裡頭啊。小龍哦。已經本期放2次鴿子的呢，萬年有啲啊，一擺敢會又係放羊的媽媽，講法冇順法。其實啊，唔是講伊冇信心，但是咁嘅意思啊，係講咁咩啊，一擺個冇來，故數最日下嚟都係唔夠老小龍講嘅，講佢空歡喜啊。唉，係佢兒哦，也係等起來，將人小龍講好嘅啦。佢唔單槍總係放小龍鴿子哦，自家嘅頭路也時時處理冇好啊，唔記得呀，唔記得嘅。我想佢唔係調試嘅啦，可能叫健忘症啊。健忘症，佢老人家嘅偏好嘛，佢係按後生誒。我嘅題無限啊，無基礎啊，一全部啊。都睇人啥冇用心教寫人嘅理由啦。
合下啦。啊，安泰哦。係啊。阿女啊，而家嘅面相哦，竟然都要好呢，有 taste 哦。做妈妈好。啊，而係阿 Ken 嗬，笑容哦又講你呢，佢講哦你嘅功課以後，冇想到你哦還上到暗夜到哦。做妈妈，常啉茶。什麼啊？我唔想做，我想你，你要就很愛你阿姨就好了呀。不過小龍想種誒，向你做媽媽應該做得啊。哎，都喺面上哦，你阿姨都好了沒 ？OK？阿英姐啊，哎你好，來見風啦。啊，好啊。什麼啊？做媽媽，老李阿姨未都窮人，誰冇人經驗當麻煩呢？小勇，來伸手邊，我特別為你做呢。你看，有你青睞這個草莓哦。我知啦，你都會發現，我冇了看你嘅事情錯嗎？咩啲嘅啊？從還沒發生車禍以後，我嘅基礎就變到洞察了呀。一下唔記得呀嘅，一下又唔記得嘅，有個時間咯，連條架交代嘅事情，我一下就唔記得了喲。所以哦，有一餐呢，把你媽都喂死哦。小勇，你做定言了愛冇啊？我下禮拜一定會記得嘅，好冇？算了，唔記得嘅事情，還沒唔記得了。你做定言了愛了呀？事情都過去了，冇關係啦。哇，英姐啊，你老主角哦。係啊。試試看下喎。嗱，也得。我想講哦，老一輩嘅風俗主角本太家說較平凡嘛。哦，好事好事。條擺哦，只要我一做嘅風俗主角哦，小勇就會加細碗飯咯。阿英姐啊，我送咩咁有人講，你哋位實力冇乜解好啦，韓國吼生意呢都會升呢，故說。啊，我知啦，太子阿克哦，就係當到嘅太嘅後生人啊，我要多做條誒，有拉絲嘅啦，唔是少哈？我咩了個意思啦，我嘅意思係講吼，二套了位老愛到天數，我就可能吼無法度半年一結咧。哎呦，你按下去做乜安喏？平常哦，係唔到老愛天數照顧小勇嘅呀，係我這個動牌社長錯咩？有一餐呢哦，阿春姨都給無限照顧7Q工嘅事情，我哋一片皮小勇，分擔大家嘅工作，咩係應該嘅呀？算係我對你條嘅報答。哎呦，阿英姐啊，你唔好講乜緊吼，老愛就報答啦。其實吼，小勇啊，真想伊呢。伊上擺後落去講吼，我嚟接伊，結果佢電請叫伊都冇來呢。小勇吼，
真失望呢。真嘅哦，我有讲我来这记哦。我那一些印象就没了。几天都是梦哈，叫佢动艰苦嘛。诶，我每张落去讲小用只是梦咩，因为按家都唔记得啦。阿姐，你要做乜嘅啊？啲菜已經清到了呢。哇，我想去卤豬腳啊，小用哦，請好是我做嘅豬腳呢。誒，阿姐啊，你已經落好了，啲料味啊？哎呦，真嘅呢！你看啊，人家嘅頭腦哦，難怪哦，我連愛食小用嘅事情就唔記得了哦。你怎么给唔安宁啊？跟慢跑嘅時間做唔得凊彩講話，哎呀，要養胸附件，電到對身體冇好咧。阿瑞哥，你怎麼給帶你都愛慢跑啊？因為啊，創國嘅人非法了青蔥藥啦，尤其係像我呢種實力派嘅歌手。我靠，持續嘅運動嚟維持非法了，哎呀，爭做得落各位創嘅好啊！可是運動對你來講係輕鬆有嘅事情，不過連續一天你都頭減肪度慢跑。係啊，養成運動嘅習慣，唔使人提醒啊，自家慢慢想去運動啊。嘅，我對阿妹來講，真做係無那重要。咁樣哎喲，阿妹應該有咩調試啦？太嚴嘅世界度有千多嘅事情會煩惱啊，可能無聲音都會唔記得應該要做嘅事情。像阿妹係啊，上司啊都會唔記得了，唔記得嘅啊。根本你我阿妹亂嗌嘅警方，老嗌飛實地。佢講，佢係因為查甫，將佢唔記得呀，唔記得嘅。雖然我真想愛原諒佢，不過係講我曾經對佢真重要，佢認為連三兩百都唔記得。其實啊，我知道唔記得每一件好嘅事情啊。唔認為按用過。雖然唔記得會錯過一條重要嘅事情，不過要俾本無歡喜嘅經驗消失，愛用生活會較快樂啊。小勇，假使唔要做得唔記得，也未讓人講好有無來嘅事情。哎呦，你都做得較歡喜，去享受你倆人也未強下嘅時光，咁妹妹。好啦，哎好，過來慢跑一下，一定要注意較細一點哦。因為啊，一唔要冇數啊。有的乖乖呢，改過吃看啦。哎，俺就是啦，我等下本事太的。哦，慢好嘛。
行个行呢？应该什么有问题？还是在吹有问题啊？有路菜完全冇意思嘅，行快事咯。不会啊，多喝水呢，你就说关啦。要就给我动我下。好了，我们是过来了。哎呀，肚子被咬死耶，在这吃了。好。主角哦，请我生呢。动向哎。公司下班哦。好啊，那没请位老主角。阿丽，你咁要知道，自从嘅阿英姐来到亚威过后，嘅笑容变大咧。我知道，加上阿英姐做得继续来到亚威天数，佢就请好。用啊咧，你冇喜欢阿英姐留到亚威哦。伊留到了比皮笑容当然真好啊。不过我发现阿英姐吼有对少根筋呢。嘛嘅意思啊？佢从头尾唔记得佢自家讲过的话，还有做过的事情。但是你来到一个新嘅环境，总係需要一段嘅时间来适应啊。韩国讲哦，阿英姐之前副卡兔又发生很多嘅事情，嗰啲事情对佢来讲，听说会有影响啊。我冇讲吼，佢留到呢边冇好啦，佢对笑容吼，绝对好嘅事情啦。不过，假使佢留到喺呢面上天数，佢可能吼，我生意唔好掂到，也麻烦。阿妹，你记啥？好啊，安子生呢？小勇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时节了，你请好阿妹这个纸条呀、纸乖本子，错吗？记得啊，还有制作嘅培养基，制作嘅风茶。哎，安尼啦，那今日啊，这个纸爽本子，好吗？来，我们要这个。哎呦，你再等去，不用长一溜。你有这样哦？来喂，我再帮你。小勇啊，你这人动枪啊，都那个人工的呢，懂得你想。这个时间了，迄讲下两日有机会才得出去搞，我就知道给你懂欢喜哦。给你下礼拜讲好，我带我出去，做唔定唔记得哦。啊，歹势啦，我下礼拜啊，一定唔会唔记得嘅。我聪明还没有讲，我带你去买鞋嘅。冇啊。冇啊？安尼我还买个时间讲，我带你去买嘅。我的鞋很清新，唔是买新嘅啦，你看。哦，好啊，安尼今日哦，我炒个토마토炒卵本你就是好嘛？已经冇事了哟。阿妹，要给你年年都是头发都超乱哎。啊，真年啊？嘿。阿妹，这手变了。奇怪，那个图书馆找那个地方，找到进来了。太姐，你感觉人爱吃那一点泡面啊？我变矮东西啊，给删除呢，唔好用眼数啦。你嘛来好强噶，收费嘛个跳跳냠냠个边咩？
做嘛个啊？看到鬼啊！原来你有了做特殊的癖好，原来你有变装癖哦。变眼的头啊！也有咩眼的东西？我当然知道咩嘢啦，听说系你来为偷来嘅。我嘛唔知啊，一东西用喺啲哪嘅30度啊？是讲两内衣咩嘢嘅，唔系嘛啥嘅啊？来看下，人呢应该有底罩杯哦。可能係什麼嘅？什么啊？这有底罩杯哦，我去到去試一試嘅。那個應該有冇考慮過啊？佢應該會較清楚啦。唔過係嘛啥嘅？我看看係啥我問佢下好啊。唔會查，佢忙完可以辦啊。做出啲嘅暴力狂哦，我屬傻姑啦。啱天為啲面線啊，點冇啊？行嘅落去啊？真囉嗦咧。好啦，呢邊啦。哦，做唔得啦！萬一俾人發現你怎麼辦啊？該就講我哋食晚飯嘅啊。食嘛？我食哪一邊啊？哦，凊彩啦，就讀書成功啦。哦，你提出應重點啦，記下。講咩啊？自己看哦，你都讲内衣，你那个变态狂！没啦，爱抢黑哦，你抢来抢去内衣哦，我乖，要不然内衣做还唔变态嘞，让来被你偷走哎！给，哦，变态狂！哇，粉红色的便当袋，梁志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娘炮了？是不是丁静爷比较喜欢娘炮的男生啊？你不应该叫梁志杰，你应该叫娘炮杰才对。娘炮杰。小东，你还没跳跳改哦，因为咱应该喷掉台啊，别人爱书包啊，莫名其妙。我今日做唔出嚟啊！伊人我嘅反掉总统嘅粗粗嘅态度，我看你梁志爱会强还没上爱啦，是讲哦，本丁竟然知道，你喊伊做人啊？我也没讲嘅意思咩唔错诶，做嘛嘅讲嘅爱念错啊？有些没唔错，人家台要差很多，因为没唔错啊。我应该不应该通好笑娘炮？你点么啊？本係娘炮，係誰來嘅主題嘅切入誒？好啊，係說啦，我會請阿妹喊你拜卡生日到。阿妹為生日來，唔但請了掉了，還有我
迄娘妹唔好老心啊这届内衣病毒爱着该见风毒啦。嘛莫讲咁清楚，霆锋推风该情形啦。明明是有人推风嘞，啥老人他讲莫见风嘞，佢爱着少到动到该胜利诶。唔好啦，所有嘅事情都怪到我阿妹呀，好冇？明少嘅生理唔好，老阿妹有嘛嘅相关啊？阿妹做事情迷迷糊糊嘅，我如果贵人落去秀妹，嘛个为了听书嘛，我看咯，为了电到人麻烦嘅啦。用吧，莫我学讲嘞哦。我已经让你飞着你了，很需要用吧？有够吗？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